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平仁。今仔日咱来讲日本。日本敢讲有影失落30冬，人讲日白是变热，敢讲就唔是好汉。那么国家的强弱是爱看倒一项，那么千万唔通对人来讲话笑。那看到自己有韧性，才是万世无疆。今仔日好好来讨论。来，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，原治大學 EMBA 教授高仁山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安安。第二位，日本觀察家霍德橋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安安。那麼第三位，中經院台灣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魏聰哲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魏聰哲。那麼第四位呢，在線頂。是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吳孝文。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咱即摆呢，对倒位来看起呢，是最近日本的这个操作开始换新钱咯。这届是经过了20冬了后，日本搁再发的这个新操作，有旧日票的这个民众你嘛免惊。那么伫日本呢，还搁同款会当使用。保全人员开始甲绑好的纸票规沓放入去运钞车。日本20冬来头一届换新钞，增加真侪方位的装置，毋但有在光线变化、立体光影变化无，钞票的后壁代表面下的数字嘛放大真侪。另外，伫光影无边啊，佫有铺起来，会当辨别钞票面下的11条粗线。除了防止伪造，钞票代表人物嘛得咧改变。这版日票的新钞真像，是号做近代日本经济之父的色泽荣一。5000日票的是日本史上头一名女性留学生。去美国留学的金田美子，第1000日票的肖像是研发出治療破傷風辦法的細菌學者北里柴三郎。本日1兆6000億円の新しい日本銀行券を世の中に送り出す予定です。キャッシュレス化が進展していますが、現金は誰でもいつでもどこでも安心して使える決済手段であり。今後とも大きな役割を果たしていくと考えられます。暂时日本经济金融机构的 ATM、大型连锁超商、交通机构等等，已经会当应对用新钞，民众嘛会当去各间银行指定的分行换新钞。日本政府预估到明年3月底为止，会发行新钞差不多74亿8千万张，会当替换差不多46%的旧钞。所以到新钞全面普及进前，民众有缘会当用旧钞伫日本消费。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。其实啊，咱哦，唔是要用1点钟的时间要来讨论讲日本换操作，哦，主要是要来看讲，日票即马开始吼，的升值甲贬值到底这个历史，那么如何来看这个国家是强还是弱？有人讲啊，日本已经30冬吼，已经拉咩啊，无效啊，吼，而且佫看落去佫会落软去。咱来看吼，日票在1971年的时阵。对着美金嘛，吼是308，吼。那么然后73年开始有差不多6冬的时间吼，是177，吼。那么然后85年开始有一个广场协议，小等吼，会请郭老师来甲咱咱的这个教授来甲咱讲，到底什么广场协议？哇，这一出来吼开始吼。对177就升到121，后来呢，佫差不多5、6冬了，都变到180啦，吼，刷落来就开始扯落去哦，到75块，甲今嘛佫转来到160块。人讲哦，哇，即马日票愈来愈薄啊，哦，啊薄到底好用啊，歹用啊？咱即马用哦，像刷顶吴小姐哦，吴小姐。你甲咱讲吼，你即马在日本工作嘛吼？嘿。啊，所以你赚的钱是领日票嘛吼？日票。啊，你来几冬啊？我来要9冬啊。啊，你甲咱讲，你头一年去到日本，到今嘛，你即马现主时吼，你免甲我讲是你薪水啦吼。
你甲我讲，你若去迄个便利超商吼，去买物件，你上大的即个发现甲无共款是啥物？上大发现哦，我家己就爱买立顿奶茶，哈，一款饮料立顿奶茶。啊，我刚记得头一年我来日本的时阵，立顿奶茶一杯90几日票咯，90几日票。今嘛是迄个奶茶一杯要150到150日票的。我头一我的台语无足好诶，不要紧，嘿，你自然就会使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之前买那个奶茶，我记得不到100日币，可是它现在已经超过150，而且这是我上礼拜突然发现的事情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吓一跳。啊，你其他的收费，你安尼一个月开落来收费，你差不多中偌济，爱加开偌济？你敢有差不多统计着？没有那么详细的统计，可是因为我们到就两个人尔，所以我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，以前我们两个人的物件，大概一礼拜去一届4000日币左右。啊，现在今嘛两个人一礼拜要去2届。因为单次买的价格就要大概快要3000了，但是东西却比以前少很多，可以买到的东西比以前少很多。哇！所以变成我一个就是对，就我家己的感觉是真的涨了至少2倍。所以是万物齐涨，就是每一项拢涨，还是讲每一项拢涨，每一项拢起价吼。我起价，而且我已经尽量拢去找迄个有较俗的，哈，就日本的超市都会时间到会打折嘛。吴小姐，我甲你请教哈，因为阮伫台湾阮看到新闻纸咧写吼，讲吼，其实日本已经调薪调到吼足济啊吼。你歹势，我毋是要问你个人的资料，就讲你敢有调薪过？在这过去几当中？我无这个感觉。无调过薪吼，因为你是做freelancer吼。以前有，但是就很低，1点嘛尔。1点啊尔吼。啊，你敢有接触其他的日本人，甲你有同款的这个困扰？啊，是讲大家就开始爱爸叫母讲，哇，即摆万物齐涨，安尼涨啊安尼起大价。有啊，我的朋友。大部分的朋友都跟我一样，吼，因感觉这是头一摆拄到的情形，还是讲无啦？20当进前就安尼啊？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跟我来日本的时间都差不多，来几当年，所以他们就觉得说，哦，头一摆，就这第一次碰到说，哦，什么都在涨。这是台湾人嘛吼，我是讲那在地日本人咧。在地人哦，我熟悉在地人，嘛甲我同款呢。哈，因这一生当中，譬如讲，因可能有岁数50-60岁的人，啊，过去敢有拄着这种情形过？哦。他们没有特别觉得呢，反而是觉得现在很严重，就是那些50-60岁以上的人。哦，所以比起早前，即马是更严重了，对啊。对他们有稍微聊到，他们也觉得现在是很严，就是他们记忆以来最严重的时候。啊，敢有人开始咧怨叹讲啊，即马惨啊，日本真正吼，这个无敌舰舰吼要沉落去啊。啊！这国家经过这30年吼，搁要沉沦了，搁要沉落去啊！敢有人安尼咧讲？没有到那么严重，但是有很担心，就是真烦恼了对啊。日币这样是要安怎啊？安尼。哦，是。那新闻纸啊，甲媒体嘛是安尼写。
而且我有认识年纪更大，就是可能60、70岁，他们是靠老人年金在过活的。对他们来说，他们已经没有大笔的收入，他们就生活的就会更辛苦。好，吴小姐，你小在线顶吼，听咱其他3位专家咧讨论，小等咱回头来给你请教。哦，所以我请教郭老师吼，日本即摆情形在一般的民众是安尼想啦吼，但是你敢唔认为讲日本真正是国力规个拢沉落去，规个拢变衰弱去吗？我是安尼感觉啦吼，讲因为日本甲台湾的经济体制吼，要讲啦吼，因为咱为迄个二次大战以后吼，拢是行出口经济为主啦，是吼。日本你亚洲吼，原本伊是一岛的啦，吼，就是咱以前你讲这，日本是number one嘿，吼，就是这以前你讲吼，世界经济内底吼，就是伊有这円形的理论，就是它上头前有一只大円，后壁有足侪只小円，吼，细只啊底只大只行，所以讲日本以前就是因为吼，伊国力足强的，吼，二次大战以后，甲1960年、70年，因为1945年以后，甲1965年这20年之间啊，日本其实是战后咧复兴嘛，所以其实日本以前是有这个贫穷的一段时间过，吼，对这20年以后，吼，20年以后，吼，才伊个爬起来，吼，开始才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出口市场，吼，去甲摕落来，吼，伊的就是车。哦，这汽车业啊、电子业的大举的扩张起来，吼，才造成这日本的经济，吼，才敢若火箭安尼射起来。所以老师，你认为到底即马算起来，是毋是日本上弱的、上拉美的时阵，还是讲无可能继续搁跋落去？你若是讲有这个经济记载来看的话，吼，日本的经济吼，毋是即马上弱的时阵吼，即马毋是啦。哦，上弱的时阵，应该咱来看，就是甲即个吼101几年的迄时阵啊，吼，在一次大战，吼前无偌久安尼迄时阵，吼，其实日本迄时阵，你世界人阁看无顶啦。好，一直甲即个日俄战争啦，吼，日本甲罗西亚战争以后，吼，日本算拍赢嘛，所以对迄时阵，日本在全世界甲看作伊是强国，哦，所以对安尼即个历史的脉络来看的话，吼，日本伊是一个工业强国哦。你全世界看有顶的工业强国，吼，工业强国包括啥？就是咱讲英国、美国、吼、罗西亚、吼、德国、法国、吼、澳大利亚、吼、意大利啊，甲日本，亚洲敢若一国。亚洲敢若一国吼，咱这已经讲，伊若G7啦吼，是。七大所以老师，我还是要甲你请教，你预测伊即摆是愈来愈歹吗？敢有可能讲安尼看起来就是愈来愈歹？那照老师安尼讲，应该伊过去基础袂歹啊。我不认为日本的经济会愈来愈歹啦。哈，我认为讲，因为日本咧准备再一次的复兴。哈，这个再一次的复兴，其实伊准备足久啊，就是。利用这个氢，这个 hydrogen， 唔是上素，是氢能源，用这个能源来带动这个经济发展。因为过去日本依赖，甲咱共款依赖石油嘛，石油即摆就愈来愈落势，个愈来愈贵。所以这个氢能源的科技，将是带动日本再成长的。有得看啦，还有得看。因为即马所有的你讲车啦，车要改能源嘛，咱讲锂电池的这个车锂就无产遐济嘛，锂是锂也无产遐济。太粗敌啦，嘿，佫无法度回收，氢这个元素是全世界全球是上大。老师基本上还是看好日本啦，我是看好日本加上日本甲台湾合作会强上加强啦。是，富贵阿啥？其实我的看法哦，甲高老师是较相像啦，但是我内底补充一寡物件啦吼。日本伊是当时开始，你看嘛，规个敢若切落去，其实人讲的啦吼，叫做黑色30年不朽，就是平成有30年的迄落
完全袂使。迄当阵是安那？迄当阵就是经济迄个泡沫，规个逼开的时阵，规个落落来。我迄当阵我当时去日本，拄好咱看乌邦还看到吼，1996年，拄好是1块美金兑换145块的日票的时阵，迄当阵啊去，我当时离开日本2009年，拄好是1块美金兑换75块，哇，等强所以了。我等到迄个时阵啦。啊，迄当阵是安怎讲？迄当阵啊，就是讲有三只马车去救日本的经济。打三只，头拄我讲的，一只就是汽车，汽车制造业，这一个；第二个是啥？零部件，吼。第三个是啥物？旅行啦，即摆大家上爱去日本。旅游啦，旅游大家上爱去日本啦。三只马车，结果咧，伫迄当阵是安怎规个迄个日本开始撤落来？因为一寡零部件开始去倒位，去中国、去东南亚，开始刷出的时阵，日本经济开始，我以早我日票较迄落较强的时阵，我通啊卖物件出去啊，即摆毋是啊，75块的时阵，拜托，我即摆去买物件就生意歹做啊，啊你要安怎？这真正就真歹舞啊吼，所以因开始就出去啊，出去了后，迄当阵啊日本的经济，好多30年的，即完全袂使打咩的时阵，啊迄当阵啊，咱大家绝对上知的是啥物件咋？100円シャープ，啥物有100円シャープ？100円シャープ，100塊的迄落柑仔店，吼，100円シャープ，大家講讚啊，內底100円シャープ內底啥物攏有啊，拜托，迄是日本經濟上歹的時陣啊，是安怎？因為大家趁無錢的時陣，是毋是愛欠長內度？欠長內度，你上好是安怎？啊，頭家就講吼，歹勢吼，咱共體時間呐，好啊，共體時間時陣，迄當初代志就大條啊。共體時間啊，問題鼎愛煮飯啊，無米啊，愛買一寡物件要安怎？拄好去買迄100塊的，等你湊合着用，淡淡啊用愛就好啊。所以買迄個物件出來，100円シャープ是安尼出來，結果你明發現一個代志哦，最近日本的100円シャープ開始無去啊，開始變300塊、500塊、1000塊。是啊。為什麼？因為成本有關啊。成本有關起來了後，日本開始又講，啊是啊成本有關，因為伊大部分攏用進口的。伊用進口的了後，講啊袂使哩啊，我這個成本就有關，啊我即馬佫吃苦演，啊我就真正是吊喺打水，我就無法度做代志啊，要安怎？所以咧，伊即馬開始起價了後，所以頭拄啊，咱迄黃小姐頭拄有講的，真正是大部分的有大家感講，老伙仔人是感覺講，敢若無啥物傷大變化，伊安怎講？30年就是攏安尼嘛，攏安尼敢若無啥物生氣安尼吼，冰安尼攏。咱好多趴在地上，系用趴在度啊！啊，但是即摆開始要起來啊！要起來了後，就第一個代志啥啦？物價來起漲。物價起價嘛，啊物價伊要起價時陣，你第一個你要想到啥物代志？你員工愛調薪，你個員工無調薪袂使。咱即擺根據迄個日本的迄個規個統計數字，日本伊上大伊個經濟規模分做兩塊，一塊叫做大企業，大家敢發想到講，比如講索尼啦、Panasonic 啦、Toyota 啦，哦，這大企業。以早吼，每一檔的4月，或者日本好多春鬥，春鬥是啥物？我算講我勞工啊，甲頭家人喂，緊嚟起薪水啊！啊，迄落頭家攏講啊，咱吼公司佫一寡錢愛開，你要4%、5%、6%，賣啦，3%、4%就好啊。甲你看拍啦見呢？啊，但是你個這邊哦，有較特別的，勞工講5%，頭家講好5%，滿互你。無含扣的無含扣直接出去。啊，大家講，安尼敢袂歹？其實第二拍是安怎？中小企業是安怎？中小企業就是去接這大公司下骹的這勢頭要做的嘛。啊，中小企業內底差不多10個人啦，幾個人較少，你要叫伊講一邊調5%無可能，因為調袂起來。但是咧，即擺你知影，規個迄個因為中小企業內底，佫有一個叫做聯合吼，這就是因這聯合，這是一個，這是迄個嘛，是種勞動組織安尼。因咧發表講，這邊4.3%，4%挖起來。所以講，規個咱講大個這個經濟面來看的時陣，其實是不管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，薪水開始有關，但是無毋對，咱的這個生活成本有關。頭拄黃小姐講的，一罐紅茶。為伊去的時陣90塊，即馬變150塊。對，啊，伊這起價無毋對，但是伊即馬個薪水嘛起。為什麼要安尼做？因為這咱做一個經濟這個模型的時陣，有一個上重要的代志是啥物？伊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講，今仔日卡輸你啊，你會敢要開嘛？啊，迄就是你開始要通膨嘛。所以一般來講，正常的迄個，我講一個迄個國家啊，伊的經濟上正常的一年通膨哦，
爱2%，你也无2%压起来吼，这个国家吼乌有去啊，打咩去啊？所以讲，迄当阵啊，迄个安倍晋三，对咱伊拄过身去，迄个过身2年，迄个安倍晋三，伊就讲一句话，伊讲今仔日我就是念之在之，我就是要你通膨爱起2%，啊，结果咧，迄个咱进前的这个日营的迄个总裁啊，黒田桑伊就拼命哦，我开始有个什么迄个零利率哦、负利率哦，开始去做，扭袂起来。今嘛好不容易，讲实在话啦，这边这起来吼。唔是讲干那日本政策尔啦，这是福气啦，国际大环境有去影响到，所以伊即马要趁这个事啊，紧来做，紧来冲啊。所以讲换做我的角度，因为高教授伊做教授，伊做先生啦吼，伊较讲话较含蓄。啊，咱做记者的人吼，讲话就较大明大方，知道？我来讲，我看的看法就是足简单的，我刚刚讲一句话，日本刷来就是要开始起啊。但是我替黄小姐来问啦吼，咱的这个魏老师吼，那像黄小姐因这种freelance吼，啊无企业无头家替伊咧薪水啊。因这种人在日本算济啊少，这头一个。第二个，整体来讲，日本你的看法呢？是这个行会扯落去啊？继续像福古沙啊咧讲的讲，无咯，伊这大船要出港啊，开始哦水咧乒乓球，不是咧乒乓球。老师，好，第一个问题吼，就是我台语无遮好，我会用国语吼。啊，第一个问题就是咱外国人伫遐食好。你也不是讲新组的刚毕业，应该做难变成一种正式员工啊，啊，无就是一种有契约啊，大概3年一聘那一种啊，那一个就比较不是终身雇佣啊，啊，他的加薪方式会不会跟行业正式社员港款，咱都唔知，是大企业今年是调5%嘛，啊中小企业是调大概4%嘛，吼，还是因迄个通膨。啊，佮有日本的伊个派遣员工，即马啊占因的企业1/3嘛。1/3真济呢哦。派遣的讲你差不多半年一续嘛，半年到3个月一续，啊，伊迄就较无保障啦，嘿。啊，这个部分对因来讲，终身雇佣的体制有一点在变化啦，嘿。啊，第二个问题吼，就是讲，主持人问这日本的经济好啊歹嘛。啊，咱若看，我是讲对迄个数据来看，总体面来看是讲，日本是伊啦对战后来看，伊有经过高度成长期，啊，过来就是中度安定成长期，啊，到最后咱讲的失落的30年，叫做低度成长期，啊，可能低度成长期嘛是一个叫做变革期啊，吼，啊，低度成长期咱是1991年到2000。大概到即嘛2023年嘛，大概30多年，啊，伊的平均成长率拢是在0.79啊，啊，这数据吼含全球的平均来比看卖就是拢较低啊，啊，所以咱用总体面来看，讲伊是失落的20年吼，即用总体面其实咱有看讲伊的经济有落啦吼，啊，可能最近来讲，伊即嘛是去年2023是1.9嘛，有慢慢起来，扭起来，有扭起来。啊，可能这是短期的回光返照，还是讲会不会维持在1以上？咱继续看吼。老师，你安尼看呀，你敢有乐观，还是讲你比高老师更较保守？讲你就看数字来讲数字安尼啊？你若对数据来看，咱这不确定足悬的啊。啊，伊嘛是搁伫迄个失落的30年。你若讲对个体面啊，企业面来看，今年的2023年吼年度 Toyota 迄个丰田汽车伊的营收达到45兆嘛吼，然后也营业利润达到5兆，这个数字是有一点是更新，就是很好的创新高呢，创新高呢吼。啊，其实过去的30档，你若像这种企业，其实伊的营收和迄个营业利拢维持到最好的，所以你若讲失落的30档，其实嘛。日本有足侪百年企业，还是讲迄个比较主力的企业，伊拢营收都不错了。是。所以你对个体来看，其实有一寡企业在不景气的时候，它也有好消息，有争气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企业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领头羊？啊，还有一寡迄种新创企业，最近咱有看足侪日本的，以前吼，伊东京大学毕业迄个学生，进入伊拢较介意去大企业嘛。
啊，我去年伫迄个日本一档嘛，吼，伫这科作研究员，我有观察到一寡学生伊就开始创业啦，做一寡像咱台湾拢爱做迄种 AI、APP 嘛，啊，区块链种数位转型的创业，啊，现在学生愈来愈侪，开始有这种上康上芳的日本人，做一新的独角兽，叫做用伊的营业额会超过10亿美元，这个对 Unicorn 这一种伊的企业价值达到10亿美元，有慢慢出现啦。啊，这种就是因未来的一个动力啦。魏老师，还有一个吼，有人一个讲法啦，就是讲其实吼，全世界各国的这个经济吼，其实敢若咧做路子啦。都有人是吼，譬如讲19世纪的时阵是英国咧带头啦，吼啊后来呢。一次世界大战了，德国一阵啊啦，啊战后了，二次世界大战了是美国带头啦，吼啊吼日本啊在要边啊啦，啊但是即马路子换人做啦，有一撮啊这30年哦，拢受到中国的影响去吸去啦，吼，所以中国咧做路子啦，啊即马哦中国的路子也无得做啊，哦美国人开始要来站头，吼，所以呢，佫刷过来这个地缘政治啊也是全球化，所以。咱无应该爱用这种绝对性的这个强跟弱来看这个国家的指标，咱如何要来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力，要安怎来看？还是讲无对恁经济学家来看呢？无啦，阮就是看数字，啊数字安怎行，安怎做就安怎做。莫用数据来看，我去年嘛是有去迄个九州吼熊本3摆啦，我看因的经济，因为台积电去遐投资嘛，啊，规个伊的经济，伊的期待是好的啊，毋是惊台积电去投资，伊投资了日本的遐半导体厂商嘛是国内的投资也都到真兴奋哦，高90去啊，90伊的预测是讲未来10年伊的创造台积电带来的经济效益会达到7兆。日元啦，哦，啊，他会伊就会个叫其他企业吸来嘿，啊，所以我来看就是讲，像因即马日本的政府的态度，还是企业的态度，有一寡变开放性啊，叫 open innovation 开放性创新。以前拢是因的研发拢是一个企业家己关门起来家己做研发，啊，即马伊就欢迎大家来做伙。合作啊，来做研发还是生产啊，这是因的高科技产业的一个转变。所以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因股价有反省嘅。对，我感觉因的策略，特别因的半导体的策略有转变，有一部分是欢迎外国企业来投资啊，互因的经济才起来。胡沙话，你唔是踮咧求秀啊？今日有去？我拢伫迄个库马摩多。库马摩多对，我拢伫库马摩多。啊，其实头拄啊，老师这边讲的吼。我一部分来补充啦吼，就是讲，因为日本是安怎来做这样代志？因为日本因开始去改变原因是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伊即摆内底高龄化，拢年岁愈来愈大。第2个少子化，但因为囝愈来愈少，那愈来愈少人愈来愈少的时阵要安怎？古早日本是安怎？我是一个单一的民族，吼，我一个单一的民族，迄别人拢卖入来，拢我家己弄就好啊，我家己规个自头到尾我做饭做好就好啊，因遮无即个法度啊。有时咱无即个法度，因为第一人无够嘛，人无够。啊，第2个技术其实真正，比如讲咱讲迄个台积电，吼，台积电伊即摆遮尔强，啊，我是安怎要做迄个代志？但是日本人伊有一个真好的民族性，安怎讲？你也强，我信你，我信道理，啊，我招你做伙来做。所以伊即摆招台积电过来做这个时阵，伊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做。伊是安要做这个代志？日本政府2024年的时阵，伊拨的预算内底半导体甲迄落头拄仔讲的 AI 这2块，已经占差不多1/3的迄落预算伫内底啊。伊是要做这样代志，因为伊讲伊知影半导体这个物件，伫阮日本内底，阮做材料，阮做这物件，其实阮即摆我是足强的啊。虽然阮无法度讲像台积电做一个晶圆片，阮无法度做这样代志，但是伊嘛是有对，我嘛是有迄落，我嘛是有物件通做，所以即摆就规要甲接起来，接起来时阵，我人无够，台湾我招你做伙来。啊，头拄仔讲的，起码是咱学生啊开始要讲，要来去做这个新创，因为日本伊古早吼，咱讲的伊有两个物件，大家拢讲的，结合做年功序列制，啊，搁结合做那个，就是你直接入去了吼，你就是
在内底，你就是做甲老大。万年下完啊！对，你就做迄个，即马无啊。伊即马你搁通啊剪裁，吼，你当做别项代志，所以你规个夹起来时阵，日本人开始反省，讲哎，我以前这可能做啊袂使哦。所以因安尼做的时阵，这嘛是我想要看伊会好的原因伫遮。是，郭老师，你甲看吼，这整个地缘政治的影响，乃至到讲中国即马吼，大家都讲伊也可能也咧衰弱，所以日本到有通继续转来到亚洲第一的这个地位，还是讲无？你唔是安尼看，唔是第一、第二，是大家会当做位在地缘政治之下，美国人的带领，啊，甲日本、甲台湾、甲其他的合作，你看起来这未来的这个导向是啥物？哦，我先拄啊吼，按照胡古仔话内底，我阁继续补充个延伸甲你拄啊问的问题吼。你来看吼，亚洲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状态啦吼，状态。这个政府的效率是足重要的，吼，你维持这个国家要成长还是要衰落，吼，所以效率来讲，啊，甲有信用无信用，吼，所以在亚洲来看的话，日本政府是算较有信用，伊若讲的出就做会到，吼，啊，你中国，吼，中国就是讲的归讲的啦，吼，做会到，做会做袂做，那个另外一回事啦，吼。啊，甲即个咱即马看就是讲这个东南亚，吼，东南亚国家这政府，因为因拄啊起来嘛，吼，所以对即个资本社会，吼，资本的即个发展，吼，其实无遐熟悉啦，吼，所以对这东南亚，因对即个工业化，吼，对即个对守时甲信用，吼，无遐好，所以讲到转来，讲到日本，吼，日本在全世界是一个应该讲上讲信用的国家啦，日本人美国人无法守信用，吼，所以效率甲信用，我认为是创造日本的即个就是讲伊会搁转来这一个关键因素啦，吼。啊，伊拄啊，胡沙我有讲吼，强加强啊，因为我咧讲的时候，我嘛讲强加强，因为日本人就是安尼，伊就看袂起弱者啦，弱者伊就无要插你，所以过去咱台湾吼，差不多咱30-40年前吼，咱就是台工，咱就是模仿，所以迄时阵日本人吼，因的产业其实看咱台湾人看无啥会起，吼，所以咱台湾要甲日本做生意，拢安啦，拢爱去迄个 test 吼 ，test 10摆20摆吼，你安尼你做会到，安尼我单就互伊，啊伊单互你，伊就无啥会改，吼，就无啥会改，啊即摆吼，你若是讲有交日本做生意，也会去定定去日本去甲参观，吼，还甲会谈。你也感觉因即马对台湾人的态度是无共款，因为就按看讲，哇，台积电那忽然变世界第一，哦，伊日本就无法度做到，吼，所以伊即马就变讲去台湾啊 shock， 吼，shock 讲，台湾啊无注意到咱变世界第一强安尼，吼，所以伊即马来讲日本人对台湾的这态度，吼，除了咱过去这个大地动咱拢有关钱嘛，吼，啊，甲这咱对日本的这态度拢较好，所以即摆日本对台湾来讲的话，是一个足友好的国家，吼，啊，这嘛是爱感谢这安倍晋三，吼，伊进前的这贡献啦，吼，咱会使甲咱这台湾吼做阵甲日本的迄这安保协议会使扭做伙安尼，吼，这是足重要的吼，啊，所以讲地缘政治啦，吼，因为这中国吼，这因素是无法度去避免，吼，无法度去避免。但是中国你行下坡的时阵，真侪国家爱为遐扭出来，吼扭出来。所以这个大战略吼，咱就亚太吼这个经济战略内底你看啦，吼美国有默许来讲，吼这日本你这转来搁继续吼，变讲带领亚洲的这经济的这概念你内底吼，因为就是无希望互你。中国大家变讲亚洲影响力上大的这个国家，是，好，所以变讲美国需要日本的再复兴，美国需要日本的再复兴，是，好，所以你家看，咱讲这个钻石模型嘛，亚太战略钻石模型嘛，吼，所以北就是日本嘛，东就是美国嘛，南就是澳大利亚嘛，西就是印度嘛，台湾都在你中点嘛。哦，
是毋是？所以为啥选招的中心点是安尼想哦，无唔对。但是我要先吼，我爱请黄小姐小等一下吼，我请教魏老师吼，魏老师，他说郭老师甲胡沙华吼，两位拢对日本有相当程度的信心，但是我来看吼，日本当年的预算内面有2/4拢咧行小啦，国际。吼，因为国际其实是真悬哦。你按照来看讲，日本因为国际，但是老实讲啦，因为国际遮悬的，有当然是调降的，吼，有当然是伊的这所谓的较宽，即咱咧讲量化宽松吼，这利率哦安怎？这之间这个关系，你当用较浅白的话啊，讲互咱观众朋友听。哦，日本的国际即马就是讲世界伊的国际的金额行业 GDP 的比率啊，超过差不多7倍嘛，7倍是世界上悬的。啊，为什么伊袂破产啊？啊，主要是讲伊的持有者拢是伊的日本的民众啊，国民或是民间的那些金融机构哦，较侪啦。啊，佮伊的即马伊的中央，毋是外国人，日本的中央银行外国人伊的比例较侪啊。所以也相对比较较稳定啦。啊，未来就是讲，伊即马就是货币宽松政策嘛，吼。啊，伊即马就是第一，以前迄个科大迄个总裁吼，伊的政策就叫做 YCC 嘛，吼。YCC 的政策，啊，伊就是短期利率的部分，啊，佮长期国债的殖利率。啊，短期的利率就是讲，一般民间银行欠日本的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超过部分爱收利息，啊，这利息伊甲变成负利率，叫你讲你袂使来寄钱，叫你钱啊出去外口出去外口，啊，即摆甲调负利率甲取消变成正的嘛，吼，表示这个升息嘛，吼，这短期利率这部分，啊，个是国债部分就是长期殖利率，10年国债的长期殖利率，啊，这部分伊会减少购买的金额，慢慢讲伊不会灌钱到。不爱放出去啊！不爱搁甲迄个民间的金融机构甲伊的国债甲买大，伊就是不爱灌钱到，慢慢灌钱到迄个民间的力道会变小啦，嘿，就是这个变讲货币宽松也力道慢慢变小，缩小起来哈，缩小啦，嘿。所以这拢是为着经济要再一次要来起飞的这个准备吗？你认为这有这个可能性？因为因迄阵啊，伊的基准，伊要迄种货币宽松，伊要慢慢减缓的，伊的基准是讲伊的 CPI 伊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爱稳定2%啦，稳定2%。啊，即马是讲慢慢有回到，因为有进口性通膨，短期的物价的进口性通膨因素，迄是短期的，因为迄是地缘政治啊，是乌俄战争影响哦。啊，即马就是讲，我看有当时买突出去呢。还搁看伊的未来半年，伊是不是拢维持在2%到3%之间？啊，伊的预计的7月可能会升息。啊，郭老师，那就这个话吼，他在郭老师讲一句话讲，这个美国需要日本经济复兴。咱若想讲吼，过去顶世纪的80年代，迄广场协议，甲这个强迫日本人吼，哇，这个日币个升值，互伊安尼经济拢扯落去。敢会过来历史重演呢？伊这个部分就是讲，伊的出口的竞争力，日元贬值嘛，啊，伊的出口是毋是对美国市场会愈来愈造成压力？可能这个原因是袂像广场节迄阵啊，袂即马是因为日本伊迄阵啊的产业都是以国内制造啊出口出去的嘛，吼啊对美国啊，即马伊日本的遐大企业，譬如说丰田汽车有。40%以上的生产基地拢伫外国，伊的遐入门车种较低价的车种拢伫外国咧生产，伊国内加生产 Lexus 迄种高级车种啊，所以即马出口的量行迄个总金额不会像以前那么多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造成倾销的这可能性。倾销的因素不在啊，嘿，啊，所以即马行美国袂对伊个301条款啊，就是讲美国和日本。未来是要合作啊，特别是一种半导体的部分，吼，即摆是叫民主供应链的部分，美国、日本、台湾，甚至韩国要加入无？这是因即摆要想的。是，吴小姐，你在线顶吼？
他昨咱听到3位专家咧讲到日本的种种吼，但是你即马是生活伫日本吼，我也是要来问你吼，日本人，但譬如讲日本人敢会，你熟悉日本人敢会安尼动不动就讲我家己的国家安尼真烂的，哦啊袂使，我的政府啊无作为，啊经济足歹，安怎动不动就来讲这，还是讲因对家己的经济实力有某种程度的信心，虽然一时失志，唔免怨叹，哦，敢是安尼？我碰到的人嘿，比较是后面就是有信心的。就我先生日本人嘛，所以我其实会跟他聊一下，哎，你们日币怎么这样啊？是。然后他是觉得说，虽然现在是这样，看起来真的不太好，但他自己是觉得会好，会越来越好。啊，伊认为会愈来愈好，是毋是亲像胡渣话安尼讲的？讲无，即马我就是要起飞，所以哦，万物起涨啊，所以呢，大家都爱尽量开，哪开哦，经济才会好，钱水才会活。伊敢有安尼想？我先生偏这样，我先生是偏这个想法。哦，对，他是这样子。他就真的是他是觉得虽然现在就是过渡期啦，但是就是该花的价还是就是要让大家花钱的。啊，伊是会社的员工，还是甲像你共款是 freelancer？无，他是有去上班的。吼，啊，伊今年敢有歹势？伊今年敢有薪水敢有起？伊无甲你讲？他有啊，有甲我讲啊，有甲我讲。他有稍微调，他有说。啊，有起甲亲像中小企业4%，还是讲伊大企业是5%？没有，因为他本来在我们现在生活这个地方的薪资的水准，他就是已经偏高的。好，所以就是还好，应该没有，可能没有到5%吧，我在想。无起较侪，但是还佫会动的就对啊。但是他也有兼副业啦，所以他整个哦，伊也兼差哦。哦。啊，伊这兼差是即马才开始，还是几当进前开始？我今年开始的。啊，伊安怎一个心情想讲要去兼差？就是多赚钱啊，多赚钱，加赚钱。所以在伊的想法来，伊无咱印象当中，这传统的日本人讲从一而终，吼，啊要来1万年的。没有。哪没？无安尼想。无安尼想吼。起码无可能啊。起码无可能吼。但是你看，这个日本的媒体，还是讲恁日本的这个推特顶头吼，大家咧讲安尼，经济安怎起涨啊，还是起价？这个气氛是好的还是歹？我觉得一半一半诶。我个人是觉得有讨论是一件好事，就是大家有认真在看待这件事情。那接下来就是看说讨论之后到底会是怎么样。是。对。啊，你个人吼，希望它可以变好啦。吼啊，等到你个人来看吼，尤其你本身台湾人，吼啊，虽然住伫日本，啊，先生佫是恁先生佫是日本人，他拄高老师讲着讲，哇，台湾的经济甲日本的经济吼，会甲做伙吼，会强上加强。你认为你敢有认同这个讲法？那尤其咱台湾人真爱去日本佚佗安尼。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是青森，我在青森。那我之前住东京嘛，那我也是做观光相关的工作。是。那老实说，我觉得的确台湾，因为台湾人很爱来日本，再加上现在这样货币这样的状况，其实的确在对日本的这某些方面来说，它是有在帮助的。然后加上刚刚那个乔哥有讲到，就是我们就大家讲那个熊本那个设厂的事情，那个台积电设厂的事情啊，其实青森当地也很希望。也有在做这件事情，青森也有在想办法要跟台湾科美有没有合作，一样是这样子所谓的，就是说 IC 产业的合作。
他们也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。哦，这是有在讲的，是。那最后我给你请教一个问题哈，你讲有拍算讲做这个 freelance 吼，啊，无一定会当较合理的这个薪水吼，你讲有可能讲，我登去到这个会社内面去用请？哇！嘿，无可能。反正恁先生有咧检查安尼，会伫过啊，你就慢慢再看安尼。不是，我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啊，我已经习惯，而且还是有啦，就是虽然说是不稳定，可是它会比较集中在某个时间点，是某个时间它就是一下子就是会很多来，所以我觉得还好。然后现在我们有想办法要自己，就像刚刚讲的，想办法自己想说是不是也来创业这样，是做一些自己的东西，所以吼，阮像对着这个黄小姐的这个回答，咱会知影讲，其实伊整体来讲吼，还佫算袂歹，还佫笑会出来，啊，而且吼，生活佫会得过，佫有咧想讲未来要来奋斗吼，祝你在日本的生活佫较快乐，感谢黄小姐，感谢。感谢。最后咱剩10分钟吼，我是咱一人吼3分钟来请郭老师。好，其实总体来讲起来吼，就讲为啥这最近这日票的这汇率吼会波动的遮厉害吼？因为咱台湾上关心的吼，大家民众上关心的就是当时换甲上低嘛，啊，是讲要出去开啊，对，还是要去日本要学房地产啊，吼，还是譬如讲吼，要日本的这电子产品吼，去算的时候加买一寡转来嘛，大家拢关心这啦。吼啊，其实对这汇率的问题吼，我是安尼看啦吼。因为这汇率是全世界你联动的一个代志吼，你要把伊讲得足清楚吼，其实较无法我都讲较准，无法容易吼。但是为啥讲伊会100安尼下落？因为大部分的这日本的这房地产，伊本来就无啥物价值吼，因为日本甲咱台湾无共款，因是对这房地产有咧小可咧控制吼。啊，这房地产因吼内部较价值，伊就摕房地产去抵押。吼，抵押吼啊，然后诶去迄个买，无去买美金，哦，比如上简单就是买美金的即个，挂菜拿的拢是，就是买美金嘛，买美债嘛，吼，美国公债，因为美国公债你一个买落你就5%嘛，吼5%拢免想就是5%安全，你就5%。对，啊你公债买倒来吼，这公债会使搁去抵押嘛，抵押搁去债厝，搁去借钱出来，再搁去买这个美债，吼，所以伊就是一直杠杆嘛，吼，所以咧，伊即马你日本吼，伊就有一个消息讲，啊无咱日本来调利率嘛，吼调利率，这毋是无讨论过，这有足详细咧讨论，但是呢，你日本的这利率咧调起来以后吼，日本这要再复兴的这计划才乌有去，因为啥？大家拢爱这个假的利率，伊才有去。甲银行，才有甲银行这借钱出来，啊，才有法度去扩张伊的产业嘛。所以伊的利率吼，你若讲要调吼，我认为伊上济维持到1.5就哀叫啦，吼，日本就哀叫，所以伊就差不多维持即马这叫零利率左右的这利率。啊，这零利率甲美国的5%是你要安比？当然，这热钱拢一直美金去，一直美金去嘛，所以这日本的这日票这弱吼，就是有这问题啦吼。啊，你来看吼，亚洲的这钞票，唔是干那日本弱啊，人民票嘛弱嘛，吼啊，咱大票32.6左右，32.6左右。咱们只电动鞋，因为咱是去吼，甲这个日票甲人民票、甲美金去小结合嘛，所以因咧震动，咱嘛做阵震动嘛吼。所以认真来讲起来的话，大家拢咧看美金嘛，吼，大家拢咧看美金。你美金你若吼，这利息若开始要落的时阵吼，日票就开始震动，吼，日票开始震动，意思安怎震动，日票开始起，吼，日票开始起，所以就是。其实咯，咱免烦恼甲遮济啦吼。你若要算，你就买落，就去算就对啊啦吼。趁即马小紧去算。咱这毋是股票的节目哦，嘛毋是这国际的。郭老师吼，虽然是名嘴吼，咱
咱是无鼓励你去迄股票。无咧讲个个别的啦，吼，有啥啊？来请。其实就简单讲的啦，今仔日吼，日本内底吼，日本人哈，即个官员内底上歹做的人像，你知道？即卖日营的总裁，安怎讲？利息起嘛唔对，降嘛唔对。安怎讲？因为你也起，头拄啊，高老师讲的这是较普通的现象啦。我讲一句话就好啊，一堆人去讲，我就要买一间厝去贷款，啊，迄当初贷款是零利率呢，什么零利率？啊，就无利息啦。你即摆你甲我起这1%、2%起来，夭寿无？迄就真正头壳真痛，迄有差。啊，我就开始搁欠长内度啊，我的景气就歹去啊。啊，搁一个是安那，因为即摆少年人就他拄啊，黄小姐嘛是安尼。因为即摆日本开放，你通啊兼差，你毋通甲兼差尔，你通买股票。啊，日本人因即摊的即个日票吼，160块对1美金，即个日票这安尼是安怎来？一堆少年囡仔去买啥？去买美国股票。啊，伊就摕日票啊，去换美金啊。啊，换美金了后，啊，你大家就要买美金，我一票当然嘛落。啊，因为是安尼的关系，所以呢，日票一直就伊即个就安尼讲，要去看美国的面色，就是安尼出来。啊，最后甲大家讲一个有较趣味的代志啦。大家拢安尼去想讲，啊是安怎台积电吼，起伫库马摩多起这厂起遮紧，吼，啊为虾米那个伫美国亚利桑那这安尼起到半工起袂好？甲大家讲一个迄个秘密，迄就是吼，日本人以早吼，日本人讲你台湾人吼，你做这，哎，我经过我看吼，台积电迄当初也是甲日本人开一个 schedule， 伊甲迄个魏哲家甲迄个日本人讲，你也买我台积电，但你成本要设厂，一个条件 schedule， 互你也无按照我的这 schedule 行了，歹势，阮台积电就袂来啊。哦，迄是拼命咯，24点真久3班制，开始起哦，砰，所以规个起较好。啊，因就是迄当阵啊，即个日本的负责这半导体的即个大神啊，或做甘利明，伊就我就访问嘛，伊就甲我讲，迄恁台积电吼开即个功课互阮无安尼照安尼做，你巴结做诶，台积电袂来呢。我讲原来是安尼。啊，头拄啊，迄个高老师讲安尼时阵，我拄啊想到，真正是吼，咱讲风水轮流转啦。即当算是台湾人去开这 schedule， 互人去行安尼呢。所以吼，安怎讲？就讲台湾甲日本耍来吼，真重要代志，咱愈合作，大家较会愈好，这是我的结论。是，那魏老师吼，因为他拄两位拢有讲着讲，即个风水轮流转啦，地缘政治啦，吼，啊经济起落啦，吼，每一个国家拢会拄着即种起落。但是按如何来看待即个？起的时阵唔通骄傲，落的时阵唔通失志。那么一个国家爱看伊的对，譬如讲咱知影讲哦，日本人伊即亚洲内面诺贝尔奖的即个得主是40位哦，我知影是差40位左右咯。人伊的基础的即个科学是真强哦，啊，其他的工业嘛是真勇哦。咱要安来看待即个国家？我的想法就是讲，第一个今仔咱讨论的上重要就是货币宽松和日元贬值啊。啊，即摆货币宽松的部分吼，咱对伊的 GDP 的比重来看，其实出口加占伊 GDP 的2成尔，和咱台湾占七成差真济啊。所以伊是消费型国家，伊内需消费占50%以上，55%，啊，民间投资占20%以上，啊，所以这两个引擎要扭起来。所以，伊即卖货币宽松的伊的政策的目的就是讲，钱灌到民间银行去，民间银行伊融资哦，遐个企业承受甲这个钱去做研发和生产，这是一个重点。佮有法度做出有互人会使经验，想要去摕钱出去买遐非民生必需品。以前吼，1970年代 Sony 的 Walkman， 伊就是像咱这即卖 iPhone 共款。伊迄阵啊，逐个抢咧买嘛，啊，即摆逐个因即摆手机嘛是当爱买 iPhone 嘛，啊，日本即摆就是过去30张，咱一直看袂到消费型的部分，有一个互人哦，就想要去买，迄个创新的能力免啊，甲换回来，这开始重要的部分啦。当然是起落落啊，逐个国家，因先进国家伊的 GDP 的成长率一定会是慢慢啊。无像迄个新兴国家，然后2%至2%呢嘛，可是你爱维持到1%到2%、3%之间，你嘛是爱有一寡创新这个部分，这是日本未来爱想的
方向啊。是，啊，那咱台湾呢，咱若看人日本，咱行过这个工业发展遮高速，这个成长，咱总有一日嘛会变做较好弯、较垂落来的时阵哦。那么安怎看？咱即摆的经济我来看就是讲，咱是即摆拢富国神山嘛，吼，讲迄个台积电咱富国，啊，看咱一个尔，咱讲我要做较侪生技产业嘛，爱富国神山。可能我来看就是讲，这个富国神山虽然是重要，可是咱台湾咱经济上重要的支撑力是中小企业，哦，这中小企业占咱99%嘛，吼，啊，伊的员工占咱雇佣的8成。其实最近咱都做一种新创企业、中小企业拢往外发展啦，是往内发展，因为咱的国内市场有限啦，吼。啊，即摆就是到日本嘛，到美国吼，其实这是爱鼓励的一个政策方向。注重吼，就是免啊带，或者企业往外发展，啊，伊赚的钱会使转来，这是咱台湾的经济